咱这个疫情伫这个疫情的情形呢，要去到长台班总是拢有难点伫即处呢咱或许有咱从的领任甲互我邀请去因迄个昆山火师团的明德班或许感觉嘛感觉讲安尼诚好嘛无因为疫情的情形呢来即个停课而且有个另外意外的收获，就是阮来自护士团呢从迄领任主笔啦都拢不断即个少年呢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可能伫遐开班的人数参与的呢应该是较少当然当着疫情怎啊用这个视讯视讯了后呢，煞参与的人呢比伊迄个实体的课程有加真济的迄个好的迄个倍数人数出来，煞伫这个当中呢过去一个人的分享是差不多10几岁20个40岁即马呢因为这个疫情用视讯呢有当时呢40个40、50个呢应该拢有因为好些听到有参与伊这个民族班的前线呢，感觉讲安尼这少年的咧讲呢有因真正无共的所在机会嘛会使讲是诚好啦所以讲不过呢互即个少年的有一个平台咱嘛会当来听到即个少年的言语讲课的味道一方面嘛会当互因一个学习的平台当然或是参与伫这个明德班的时阵或是感觉讲互项的非常赞叹这少年人呢其实因的才华拢袂歹只要会当真正针对了着即个主题会当来提供互因当然因伫学习的过程会使讲非常的认真拍拼都嘛想讲有来承担这份工作了后拢加倍呢来即个学习家己主要就是讲要家己个课程呢拢会当家己讲好势所以讲呢你讲的人有学习的机会咱听的人其实讲起来嘛佫互咱加一个时间不过当然伫这个时间来讲起来呢拢总有较迫切因为咱真的时段来讲起来呢无好较好的时段如果有比时间较长足的时段呢咱佫做一个调整若无咱就是先将就伫这个情形伫大家拢总真正无用无论讲师啦还是讲咱各位前线大德的参与的人呢平常时拢爱去上班伫这个7点半呢可能也是带互家己咱大家啦会较晚伫这个所在呢直接甲咱负责因为咱时间上无讲足济或是呢万个占用着咱讲师的时间阴暗拄好着咱这个联函来做一个学习当然呢年轻对有了学习的所见解的嘛拢较有限希望讲咱各位前面大家会当互伊较清楚家己做一个鼓励家己做一个补足的真正呢来期望嘛互咱这年轻的会当去安尼付出啦伫咱即届嘛拄好初伫爱上嘛拄好打开启咱就看你以后的变化如何咱要安怎佫来加强佫要安怎来甲伊扩大这拢是咱即届学期过来了后呢咱当佫来做一个调整爱上呢整个的年轻呢拢有一个平台这是咱的目标咱即马呢伫这段时间就大家
那做一个学习，操班的人做一个学习，调整，变啊调整，佮互伊会当佮较好的目标，佮较侪年轻人，安尼咧，为目标，或是咧，也嘛佮赞咯，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这个明德班呢，能够再创奇迹，感恩。感谢冯田师的慈悲。咱即摆率咱就邀请咱的这个联合讲师来为咱讲了这个3清事件。咱就请这个联合讲师来出题一项。好，各位同学晚安。讲师晚安。好，那就是点传师顶任，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那首先感恩天恩师的祖师弘持，师尊师母2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得扰前人的五大牺牲，一手大仙的牺牲奉献。感谢前人负前人慈悲，各位点传师的成全厚爱。那今天后学还有这个机会再一次做学习。那坦白来说呢，再讲过了，但还是觉得非常的紧张。那今天后学讲的题目呢是三清释正。那三清释正呢，对我们为修道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戒律跟媒介。那何谓说重要呢？其实这是我们每位修办道的修持最重要的